日本首相石破茂上台以来，两个执政党、民进党和自民党头一场的外交国防会谈，今仔伫台北举行。另外，嘛举办扩大政策会议，针对防灾、海底电缆和国防创新等议题来进行讨论哦。因为台湾跟日本无正式外交关系，望共当透过定期的会谈来建立协调政策的平台。 日本首相就破幕上台以来，代志执政党第一摆外交国防自家制会谈，车衫伫台北登场。因为代志无正式外交关系，希望透过定期会谈寻求共识，建立协调政策管道。作为少数执政党的一个责任当中，我们2+2的对话要持续进行，形成未来制度上的一个演变。透过交流的过程当中， 能够形成实质的一个合作机制的一个产生。代志之间聚焦防灾、海底电缆、国防创新等议题讨论，而且这摆会谈了后，会第一摆举行扩大4+4政策会议，由自民党台湾政策检讨专案小组的干部参加。いずれにしても台湾と日本近くて近い関係にあ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いずれにしてもしっかりと 今日も議論をしていく、そういった取り組みができる、その大前提として、日本、そして台湾を取り巻くこのアジアの地域、ひいてはインド太平洋の地域が平和で、そして自由な形で人や経済活動のこういった交流ができるといったことがやはり重要です。 分属日本国会外交国防委员会日本众议员强调，代志交流正重要，大前提是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 反映呢，当前这个印太局势变化的一个情况，也象征着台日关系从传统经贸文化交流呢，迈向安全合作以及战略整合的升级阶段。他将认为，代志建立制度化平台扩大会谈，反映即马印太局势变化，互双边应继续伫各领域加强交流。记者综合报道。